这个御花园中必定埋伏了大量的兵士，我怎么没有听到半点异常响动？难得今夜月色如此美好，更难得朕能忙里偷闲，与诸位爱卿一同畅饮赏月。诸位爱卿，一同陪朕共饮一杯吧。谢皇上恩典。朕自8岁登基，至今已逾9载，却还是第一次如今夜这般，与诸位爱卿一同轻松享乐。回想起朕亲政前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处处是鳌拜掣肘。纵然想与诸位爱卿一同饮酒赏月，君臣同乐，却不可得呀。来了，切入正题了。皇上，奴才恭贺皇上铲除权奸，重振朝纲。奴才恭贺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建议邀诸位爱卿前来御花园，除了赏月，还想请诸位爱卿看一出小戏。这2个箱子是朕从鳌拜府上的一个密室中搜得。诸位爱卿猜一猜，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诸位爱卿，这是做什么？这2箱文书今日下午才从鳌拜府中搜得，朕到现在还一封都未曾打开过。这壶里装的是桐油，他想做什么？今儿个，朕就跟诸位说几句
交心提起的话，这些话不适合在朝堂之上说，只适合在这儿对着清风明月说。臣等恭听圣谕。朕知道，在今夜之前，在诸位心中都一直有爱新觉罗有朕，但更有鳌拜。朕不怪你，鳌拜把持朝政多年，诸位若是不明哲保身的话，只怕就像苏克萨哈一样，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。你们委曲求全，也算是为我大清保存了实力，所以朕既往不咎。但自今夜始，诸位心中就只能有爱新觉罗，只能有朕。皇上圣明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你可知道今天哀家一共召见了多少大臣们的诰命夫人吗？这孙儿不知。从上午到下午，这慈宁宫就不得清静了。来看望哀家的这些诰命夫人多达40余人呢。有一些人还有些要求，都被哀家给回绝了。皇祖母，只怕他们都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借着探望的名义，想打探一下孙儿如何处理从鳌拜府中发现2箱密信之事吧？是啊，这些个人个个都像猴精似的，明明为此事而来，但没有一个就那么开门见山的指出来，而只是旁敲侧击的打听。所以哀家也就给他们装个糊涂。皇祖母要是早一点给他们吃上一颗定心丸，也不至于他们担心害怕一整天呢。哎，这些人他们心里想什么，皇上和哀家心里像明镜似的。皇上，说实话，哀家以为你最终会选择宽恕他们，但没想到你会用这种火烧密信的方式，让他们的心病一了百了，死心塌地的对皇上臣服。这就要感谢皇祖母平时的教诲了。皇上，你真是长大了，今后只要你在儿女私情上能够稳重，不乱心智，哀家就放宽心了。什么？康熙用一把火把那些密信全都给烧了？真没想到，康熙是这么可怕的一个对手。鳌拜虽然残暴，却是有勇无谋，反倒比康熙好对付。这次我们真的是失策了。朱哥哥，那我们对手这么强大，要不然咱们放弃算了。不行，对手越是强大，我们越不能屈服。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打败他。这个天下只能姓朱，不能姓爱新觉罗。玄烨，你个无知小儿！老夫虽然是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可老夫是大清的8旗子弟。你我之间的君臣矛盾，不会动摇大清的根基。而那个李氏兄妹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来历不明，行为诡异，说不定就是那反清联盟的余孽。玄烨小儿，你果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君王。你被那李易欢的美色所迷惑，你被李氏兄妹2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们这些8旗子弟打下来的江山，终将要毁在你的手上。老夫倒要看一看，你有何脸面
去见爱新觉罗家族的列祖列宗。我在这儿呢。蓝小弟，你干嘛呢？一个人看着前面发呆。朕就是想起来那一日探监，鳌拜所说的话。鳌拜说什么了？他说啊，其实早在朕行动之前，他就已经知晓了朕的计划。有人向他泄了密。泄密？谁会跟他泄密啊？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哥哥。怎么可能啊！鳌拜这个人啊，这个时候还不忘挑拨离间，真讨厌。龙小弟，你不会上他的当信了吧？朕有那么笨吗？那就好。我呀，本来是鳌拜精心安插的一颗棋子，他一边用大补丸威胁我，一边又假惺惺的让我做他的干女儿，软硬兼施。所以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到最后我会帮你一起对付他，他心里啊肯定恨透我了。老大，你说的这些啊，朕都明白。不过你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我就是李欢啊，也是你的笔墨诗书小丫头啊。你知道朕问的是什么？朕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？你们的出身，还有你的那些师傅们，为什么会教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技艺？你看，你说不会上当，但是现在还是在怀疑我们，对吧？朕哪有怀疑你们呀？朕不过就是起了好奇心罢了。龙小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，有跑江湖的规矩，尤其是我那些师傅们，都是不愿意做官的隐士。师门有师门的规矩，我不能透露。我要讲信义，但同时，我又不想骗你。这样吧，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，那我们就留在宫里，为你效力。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，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，可以了吧？老大，朕不过就是随口问问，你要是不愿意回答就算了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朕自然是相信你们兄妹的。这鳌拜啊，本就在宫中安插了许多奸细，极有可能是上次给朕下毒的那个内侍向鳌拜透露了秘密。鳌拜不过是想嫁祸到你们兄妹身上罢了。你放心吧，朕一定不会中了鳌拜的挑拨离间之计的。还是你大气。老大，你的手伤还没好，这段时间啊，你就好好待在永乐斋休息吧。这山西大旱，朕还要忙着处理赈灾的事宜，还要清理鳌拜的余党，所以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了。我知道了。今天康熙盘问你我的身世，显然是听了鳌拜之言，对你我已经起了防备之心。所以你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千万别露出破绽。你不要幼稚地认为他真的会把你当成是老大，当成是朋友。可是龙小弟他说了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他是相信我们兄妹的。这话，也就只有你会信。康熙8岁登基，在这风云诡谲的皇宫当中能够顺利长大，如今又不动声色地收拾了鳌拜，他的城府之深，远非你我可以想象。他对你我好，就像我们对他好一样，不过是为了利用而已。小师妹，大师兄说的对啊，虽然你是冰雪聪明的孩子，可是也太容易轻信别人了。你忘了康熙以前是怎么骗你的？雪姐姐，没想到他身为皇上，居然撒那么荒唐的谎。皇帝就不会撒谎了吗？皇帝是全天下最会撒谎的人，否则如何骗得所有人都臣服于他呢？龙小弟，你对我真的也只有谎言和利用吗？索图，臣在。奕欢不肯告诉朕他的来历，你怎么看？回皇上的话，像奴才和明珠这样的大臣府中，都养着一些幕僚人士，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江湖上的能人异士。这些人从来对师承来历不肯明言，显得高深莫测。这可能也是他们江湖人士的一种潜在的规矩吧。奴才
也从来都很少刨根问底，只是择其长处而用之，择其短处而易之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全看用人之主如何驾驭。是啊，皇上，您说的是。易欢能坦然直言，也总好过他编一些谎话来骗朕，对吧？是啊，皇上，奴才以为这鳌拜所说的话，用意都是挑拨离间。李氏兄妹是否有异心，那日久自可见人心。以皇上您的圣明，那是一定会察觉得到的，而且奴才也会悄悄地在暗中注意着他们。好。对了，鳌拜所言，只能你与朕二人知晓，切不可外泄，尤其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了，更不能让李氏兄妹察觉，明白吗？这奴才明白。奴才索额图叩见皇后娘娘。索大人不必多礼，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三叔。啊。三叔，那个李易欢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什么品质位分都没有，皇上还单独给他赐了一个笔墨侍书的职位，还给他在后宫单独赐了所宅子，不伦不类，还真是开了我大清朝的先例。皇后娘娘，您这些话就在奴才面前说说得了，可千万不要在别的人面前提起，万一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皇上会不高兴的。皇上从未对任何女人另眼相看，本宫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。皇后娘娘不要忧心，她李易欢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汉女，而且还定过亲。皇上再怎么喜欢她，也威胁不到皇后。而且皇上啊，也只是图一时的新鲜，等这股劲儿过了，说不定就丢开手了。再说了，这李易欢毕竟帮着咱们斗败了鳌拜，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痛打落水狗，不给鳌拜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别的什么，都等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之后，咱们再说吧。三叔说的有道理，本宫就暂且忍耐一下。哎呀，好热呀！自打我从明珠谷到京城，就一直没下过雨。这天热得太不正常了，连荷花都受不了了。师叔姑娘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皇上啊，宣你去用膳呢。最近山西直隶两省大旱，后宫已经多日不沾婚了。皇上为了潜心祈雨，也好久没有开荤了，让我去用膳。难道皇上准备了什么好吃的，叫我悄悄过去打牙祭？师叔姑娘，这可是连皇后都没有得到过的恩宠。看来皇上对你还真是与众不同。谢谢李公公，让我去吃好吃的啦！快去快去！小丫头，你别得意，当初中堂大人可比你还受宠，到如今还不是在天牢中等死吗？皇上，侍书姑娘来了。皇上，奴婢给皇上请安了。这些天是不是馋坏了？过来吧，看朕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。哇，烤鸭！哇，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。刚刚看你行礼的时候还学得中规中矩的，一见到吃的就原形毕露了。切，民以食为天嘛。皇上前段时间下旨，这后宫啊，除了太皇太后还有几位老太妃以外，其他人饮食都要撤去金银器皿，直到上天垂怜降下甘霖。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一个个饿得眼睛都发绿了，
皇上你倒好，独占一只烤鸭背着我们吃。这不是有好吃的就叫你过来了吗？看看都有事。哎，这除了烤鸭以外，你吃的跟我们都一样啊？怎么，在你心中，朕就只能是一个口是心非、不能以身作则的昏君呢？你看，你看，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？我才没有那么说呢。这山西直隶等省接连大旱，饥民遍地，朕也有言在先，天子要与庶民一样，同甘共苦，所以，朕只有这些清粥小菜了。世淑姑娘，您这几日在永乐斋养伤不知道，皇上啊，其实跟大家一样，素衣素食的。太皇太后啊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下了一道懿旨，今天给皇上加了一道菜。这不仅是太皇太后的懿旨，也是太皇太后对朕这个孙儿的一片慈爱之心。朕不忍负了他老人家之意，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祈雨的诚心。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特别爱吃烤鸭，所以就特意把你叫过来，让你替朕把这盘烤鸭吃了。皇上，你都瘦了。你的注意力终于从这烤鸭身上转移到朕身上了，能不能别取笑人家呀？那朕瘦了，你心疼吗？心疼。皇上是龙嘛，饿坏了龙体，那还得了啊？现在没有外人在，朕更喜欢听你叫朕龙小弟。龙小弟，不然咱们俩把这盘烤鸭一人一半给吃了吧？那可不行，朕是在神灵面前发过誓的，要一直戒食荤腥，直到天降甘霖。朕可不能违背誓言，欺瞒神灵啊！你一直看着朕做什么？朕的脸上有花吗？我只是觉得，龙小弟，其实你长得也挺好看的。是吗？朕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一直说朕什么暴君啊、昏君啊，还是什么全天下女人最不值得爱的男人。难得破天荒你还夸了朕一次啊！龙小弟啊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这降不降雨跟吃不吃烤鸭完全没有关系。我也不是特别相信神灵，可是我跟你是结拜兄弟，那就要同甘共苦。既然你不吃烤鸭，那我也不吃，我跟你一起守信，对神灵的誓言。真不吃？当然了，这么看不起我呀？你以为我就是个贪吃的小馋猫吗？好好好，是小弟小看了老大了。那老大就陪着小弟一起吃这些清粥小菜吧。不过我得把这盘烤鸭搬远一点，要不然我看着心里太痒痒了。龙小弟啊，你说现在山西干旱是最严重的，咱们在这儿节衣缩食的也没什么用吧？所以啊，朕已经命了山西巡抚刘德昭建驿馆安顿灾民，开官仓赈灾。朝廷呢也拨了一些赈灾银两，还令地方官每隔10里打一口深井，帮灾民抗旱。记得我12岁那年，家乡闹旱，也是到了秋天颗粒无收。我呢就跟着乡亲们去挖野菜吃，那种挨饿的滋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，太难受了。你说的那次灾情啊，朕也记得，但这次的灾情比那一次更为严重，所以，朕除了做一些应对的赈灾措施以外，还每天晚上亲手抄佛经，祈求天降甘霖。抄写佛经？皇上，我现在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我陪你一起抄佛经吧。好，吃吧。好吃。
龙小弟，龙小弟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来人！皇上怎么了？哎，这手怎么了？皇上，您可要保重龙体呀！世淑姑娘，您快劝劝皇上吧。皇上他说，天下大旱，这都是他的过错，他要责罚自己。您看他抄的这些佛经，那都用的不是墨，都是用自己的龙血呀。多嘴！快！快点儿！李公公，李太医，皇上这脉象不对啊。虽说皇上日理万机，劳累过度，近段时间饮食又过于清淡，但也不至于如此虚弱呀。皇上以血代墨抄写佛经，都抄了那么大卷了，身体自然而然就衰落下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皇上千万要保重龙体。微臣先给皇上开几副补气养血的方子，皇上自己也得多注意，要多进饮食，多休息。这时候谁劝都没用，除非老天爷降雨了。好了，这没事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。皇上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您是一个好皇帝。李太医，你赶紧去给皇上煎药吧。微臣告退。老大，你的立场怎么不坚定呢？不过就是刺了个血，写个经，你就说我是好皇帝了？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啊？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奥的一门学问，哪有那么简单呀？虽然不懂什么为君之道，但是我知道你正在努力的当一个好皇帝，这就够了。有心无力，那也不算是好皇帝。好了，朕得接着努力，写血经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呀，好生在这歇着吧。我们是不是结拜兄弟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不行了，我上。虽然我的血没有你的龙血那么珍贵吧，但是我的心跟你一样虔诚。好，只要心一样诚，你的血和朕的血一样珍贵。咱们俩联手书写血经，一定会感动上苍的。终于写完了，大功告成。老大，焕儿，龙小弟，你看，
我用写抄的，全都抄完了。你要怎么奖励我啊？朕把自己赏给你，好不好？你看你又在乱说话了。我们现在是在祈雨，神灵看到这样，该觉得你不诚心了。那就看看你抄的佛经吧。嗯。老大呀，老大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日在第一球楼你不敢往墙上题字了。论到这个书法呀，你还是得多跟朕这个小弟学一学。当然啦，你是皇上，你字写不好多丢人啊！我不一样啊，我的字又没有人收藏，又不用去卖钱，写不好没关系，而且神灵也不会这么挑剔的。清晨的风吹如花，落入尘世的繁华。爱已来，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皇上，皇上，大喜呀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走。穿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舍得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明月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不悔的情愫。玉环，上苍一定是听到朕的心声了，一定是咱们的血书佛经，一定是这些感动了上苍。朕要谢谢你，这么大的雨，百姓们有救了，我大清的子民有救了。罗小弟，哇，好开心！星辰如马，望不穿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舍得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世的光速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明月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不悔的情愫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半龙小弟，世的这个送给你，感谢你为天下的黎民苍生做的努力。是的。哈哈哈哈哈！
之前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不会勉强我的。你不是已经对朕的意见改观了吗？为什么还如此排斥朕？我承认你是好皇帝，可是我依然觉得，皇上是天底下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。就因为你的青梅竹马，他要是再也不回来了，他要是在外面娶了别的女人呢？他不会的。你就那么相信他？这跟信不信他没有关系。就算没有他，我们两个之间也不可能。如果现在你面前的不是皇上，只是你的结拜小弟龙三，你还能接受朕吗？只要你还在这紫禁城里，只要你还黄袍加身，只要你还有着东西12宫的嫔妃，你依然是皇上。我不愿意和许许多多的女人共享一个爱人。好，既然在你心中朕永远支持皇上，那朕现在就下旨要你陪朕。皇上，你平时不是挺稳重的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孩子气啊？你不是说过要当好皇帝吗？好皇帝怎么能抢有妇之夫呢？朕现在不想当什么好皇帝了，只想当一个好色的昏君。皇上，皇上！李欢，你！皇上，奴婢又冒犯龙威了，请皇上恕罪。你呀，也真是的。怎么样，得了风寒了吧？谁叫你昨个那么得意忘形的？我怎么得意忘形了？你以为康熙真的是真龙天子？你抱着他，还能遮风挡雨、驱寒取暖？昨天那是误会嘛。好不容易下雨了，当时龙小弟特别兴奋，所以他一抱我，我怎么是龙小弟特别兴奋，所以他一抱我，我怎么忍心推开他呀？你知道，我看到你跟康熙在雨中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？朱哥哥，你生气了？可是不是你说的吗？让我接近康熙，顺便打探消息啊。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！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小师妹，自古帝王最无情，还是大师兄对你最痴心啊！你可千万不能被康熙的虚情假意所迷惑呀！我没有被他迷惑呀，我知道，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的兄弟，当成朋友。再说了，康熙对我也很尊重，很容让的。环妹，你对男女情事还是很懵懂，所以当局者迷。但是我跟倾城看得很明白，如果你再继续留在康熙的身边，但是心里不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话，一定会发生变故的。小师妹，你可千万不能对康熙动心啊，不然不仅是对不起大师兄，对不起师傅们，更会让你自己万劫不复啊！徐姐姐，怎么连你也这样说呀？
我都快被你们冤枉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儿女情长了。既然大家已经决定继续留在宫中继续打探，那咱们每个人都必须以大局为重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！皇上吉祥！微臣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李太医也在。哦，厉贵人前些日子被鳌拜的刺客所伤，虽然伤势已经复原了，但是伤了元气，还需要好好调养。婉心啊，你侍奉朕尽心尽力，又遭鳌拜暗算，差点没了性命。朕从现在起封你为丽嫔，也算是朕对你的一点补偿。臣妾谢皇上恩典。爱妃，快起来吧。婉心啊，你温柔端庄，举止得体，你父亲呢，又是朕倚重的老臣，这个嫔位你完全当得起。明天朕就着人把你的东西全都搬到永和宫正殿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永和宫的正主了。谢皇上恩典。婉心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，谢谢皇上关心。那今天晚上就由你来侍寝吧。臣妾遵旨。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，现在总算明白了。哇，好好看的衣服啊，给我的吗？不是给你的，拿过来，听话。这件衣服啊，是给你雪姐姐的。雪姐姐，1年前她不是跟六师傅出谷去山西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吗？对呀，她执行的任务啊，就是要打扮得美美的。所以这个是给他做的。执行什么任务可以打扮得美美的呀？我也想执行这样的任务。你呀，什么都学不好，18般武艺样样不到家，哪像你雪姐姐啊，又刻苦又听话，派她出去啊，我们放心。再说了，你跟那舒小姐长得也不像啊。舒小姐？什么舒小姐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这是机密，就不要问了啊。知道了。哇！这么多银子啊！四师傅，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咱们明珠谷的财神爷呢，一回来带这么多银子。哎呀，我哪里是财神爷呀？我只不过是个管账的，这些钱呢是咱们联盟的成员辛辛苦苦挣来的。可是四师傅，咱们既然不缺钱，为什么还要省吃俭用啊？你个小鬼头啊！你瞧瞧你朱哥哥啊，他还是太子呢，平日里不也是照样带头省吃俭用吗？啊？对啊。我知道他很节俭，可这些钱够我们花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那么节俭啊？哎，咱们要光复大明，光靠谷里这几个人远远不够，我们还要招兵买马，那是一大笔巨款，钱要用到刀刃上，平日里的开销啊，自然要能省则省。哇，四师傅，这金镯子好好看啊，是给我的吗？哎，别，你给我，啊，听话。我跟你说啊，本来你是我们未来的太子妃，这谷里的好东西啊，要优先你和太子用。但是呢，你雪姐姐啊，要出外执行特殊的任务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特意买给她的啊。我就知道，这好任务从来不会派给我，就是你们偏心的。哎，
你受得了你五师傅在你脸上动刀吗？啊？把你现在这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除了各项武艺，还要练习琴棋书画、歌舞弹唱，你受得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在雪姐姐脸上动刀子，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？明天等你雪姐姐回来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？哎，小师妹，你喜欢这个金镯子是不是？我答应你，等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一定送你一个比它还要漂亮的给你。啊，算了吧，金镯子太贵了，咱们1个月才半吊钱，哪买得起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就一定说到做到。哎，看一下嘛。好，看。大师傅，我回来了。雪姐姐，你怎么跟去年走的时候不太一样了？小师妹，我在外执行了1年的秘密任务，就是要努力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当时还嫉妒雪姐姐呢，我还觉得雪姐姐每天可以穿那么多好看的衣服，戴那么多好看的首饰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可没有想到，她原来这么不容易。何止是她，我们每个人，又有谁容易了？环妹，你那3次侍寝，也是这样，被抬到康熙寝宫的吧？哎呀，那事儿都过去了，也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就别再提了。看到康熙照倾城侍寝，你的心里是不是滋味？那当然了。不过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吃醋，就是觉得雪姐姐心里的人明明是你，但是现在却要……你别说了，在这紫禁城的日子，对我来说是一次最大的考验。我不仅要忍辱负重，跪拜我的仇人和对手，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亵渎你和倾城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把他那双抱过你的手砍下来，让他以奴才的身份跪在我面前。六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六师傅放心，今夜太医院就我一个人值守。那就好，那你赶紧随我一起去永和宫。倾城今夜侍寝，他得到了很重要的情报。我把值夜的工人们都没到，药效只能维持半个时辰，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。今夜我去陪康熙下棋，才下了半盘，索额图突然有急事求见，康熙就让我避到寝殿，他独自在外殿见了索额图。索额图最近一直在负责鳌拜的案子，深夜进宫见康熙，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发现。可他们君臣2人在外殿商议的声音特别小，我运起全身内力，凝神细听，才隐约听个大概。原来鳌拜这些年一直在暗中经营情报网络，他在吴三桂等外姓藩王以及反清联盟当中都埋伏了奸细，其中就包括咱们明珠谷。我早该想到的。倾听这些权贵也不是吃素的，
我们在向他们内部渗透的同时，他们也会在我们内部埋下棋子。义父赶回明珠谷清查内奸去了，可是明珠谷上下住着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签名遗老，要想查出内奸是谁，恐非短时间内可为。还有，鳌拜为了保命，说什么也不肯把这个情报网络交出来，反而在今夜提出了谈判条件，要求康熙赦免他以前犯下的罪过，放他回府，继续由他执掌这个情报网络，并且直接由康熙负责。索额图觉得此事事关重大，所以才会连夜进宫向康熙禀报。康熙什么态度？康熙忍了鳌拜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才险中求胜，岂肯再受挟制？所以他对鳌拜的嚣张很是震怒，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随后就命太监把我送回永和宫。但当我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康熙和索额图一起走了，估计是去天牢见鳌拜了。罪臣鳌拜叩见皇上。鳌拜，自朕亲政以来，你可是第一次向朕行跪拜之礼。罪臣以往对皇上不敬，罪臣罪该万死。这么说，你是想明白了？皇上，罪臣是3朝元老，罪臣不愿意看到大清亡国，不愿意看到八旗子弟再退回到山海关外去。鳌拜，你个大胆奴才，竟敢用这么恶毒的语言咒骂大清！难道没有你鳌拜，皇上带着文武百官就守不住大清江山吗？没错。哼！皇上，您瞧见了吧？鳌拜这奴才还是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。鳌拜，朕看你还是继续待在这天牢里，慢慢想明白了再说吧。皇上若是连罪臣这样的3朝老臣都不肯放过的话，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那些降将们，他们心里能踏实吗？这江山虽然表面上兴了爱新觉罗，其实这举国上下到底还藏着多少前明的余孽？皇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棋得一步一步下。等朕收拾了你，朕自然会把那些威胁大清的敌人一个一个揪出来，然后清除掉。不，皇上，虽然罪臣威胁到了大清的皇权，可罪臣绝不是大清的敌人。正是因为罪臣不忍心看到大清亡国，罪臣冷静下来以后，这才肯放下与皇上的私怨，愿与皇上共同去对付大清真正的敌人。皇上，你既然已经烧了罪臣与朝中大臣们来往的密信，足见皇上你的度量和谋略。那皇上为何就不能再大度一些，恕了罪臣呢？万一康熙和鳌拜谈判成功，对咱们整个联盟是很大的损失啊！当务之急是必须想办法破坏他们的君臣谈判，抢在康熙之前查出鳌拜埋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除掉这个祸患。眼下唯一能办好这件事情的只有奕欢了。我看得出来，康熙很在意小师妹，今天突然把我从贵人升为嫔，其实就是为了刺激小师妹。康熙把你升为嫔，关奕欢什么事？大师兄，你先别紧张。正是因为小师妹对男女之事很懵懂，所以康熙才会变着法儿试探她。这也说明了，小师妹对康熙只是结拜之意，没有男女之情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现在事态如此危急，我也只能顾全大局了。不瞒皇上，这些年罪臣在吴三桂和反清联盟中安插了不少密探，
这些密探只听命于罪臣一人。若是皇上杀了罪臣，他们就会变成聋子、瞎子。哼，鳌拜，鳌拜，朕听明白了。你虽然嘴硬，但是你还是想活。这样吧，你交出你手下的情报网，朕就饶你不死。事到如今，咱们君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皇上让罪臣重获自由，戴罪立功，这情报网由罪臣负责管理，否则，罪臣就把这多年来建立的情报网一起带进坟墓。大胆奴才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跟皇上提条件？你是在要挟皇上吗？不是要挟，是请求。罪臣请求皇上，为了大清，不要再两败俱伤了。罪臣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皇上是不是也该拿出点诚意来呢？鳌拜，你要是真有诚意，就应该先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这大补丸的解药，恕罪臣不能交。那李氏兄妹二人绝非善类，若是罪臣不能活着出去，亲自查清他们李氏兄妹二人的真实身份，那罪臣就算是拼上一死，也会拉着李氏兄妹二人陪葬，算是为皇上除去这一大隐患，也算是罪臣为了皇上，为了大清国，尽最后一次忠吧。鳌拜，你是不是看到自己死到临头了，想拼这一死，除掉皇上身边两个最得力的人吧？你是想为你自己报仇吧？索图，你若是为着与我的私仇，去包庇那李氏兄妹二人，那你就是在养虎为患，你定会成为大清的罪人。鳌拜，你不用再挑拨离间了。李氏兄妹对朕到底是忠心，还是另有企图，朕自有办法验证清楚。看来皇上还是不肯相信罪臣，但皇上对李氏兄妹多少有了提防之心，那罪臣也可稍稍安心了。既然你不肯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那朕也不必再与你谈判。皇上，你可知老夫的情报网从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三位藩王那里得到的，还有从千名义士的秘密基地里得到的消息，到底有多可怕吗？危言耸听！不，皇上，绝非是危言耸听。只要皇上能够答应罪臣的条件，那罪臣马上就告诉皇上一件有关反清联盟的绝顶机密。皇上，罪臣保证，这条消息绝对值得你放了罪臣的。皇上，如果鳌拜方才所言属实，那他一直向皇上隐瞒这些机密，那犯的是欺君之罪。可如果他说的不是实话，那犯的更是欺君之罪。所以，皇上，你再好好想想吧，为了大清啊，皇上！朱哥哥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挑拨鳌拜跟康熙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谈判失败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我要你想办法劝康熙尽快答应鳌拜的要求，赦免鳌拜，放他回府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我来历不明，又有鳌拜从中挑拨，康熙本来就对我们没有完全信任，这个时候，若是再挑拨他跟鳌拜的君臣关系，反而会加重他对你我的疑心。鳌拜老奸巨猾，他不可能真的交出情报网络，他只会自己亲自掌控，但他一定会暗中与手下内奸联系。只要放鳌拜回了府，我们就有机会查出那内奸是谁。哦，那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就明白了。朱哥哥，你简直太聪明了！你呀，总算夸我一回了。哎，不过，如果那个康熙再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你可别再乱吃醋了。
皇上吉祥。皇上吉祥。皇上吉祥。哼，这个臭龙小弟，居然不理我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想一个人走走。微臣参见丽嫔娘娘。免礼。奕欢去见康熙了，也不知道情形如何。你不必忧心。虽然康熙表面上在生奕欢的气，但这也说明了他对奕欢很上心，所以小师妹一定能搞定康熙的。师叔姑娘，注意你的仪态，在皇上面前失仪是大罪。我的2条腿都在弹棉花了，我根本站不动了。站不动就跪着，你怎么能这样不成样子的坐在地上呢？快起来，快呀！李德福，奴才在。去看一眼朕的药煎好了没有？这。龙小弟，咱俩好有缘啊！不愧是结拜的兄弟。你看，你也在吃药，我也在吃药。我受风寒了，我刚来之前，我哥哥给我准备了1大碗药，我刚喝了呢。龙小弟，我知道你生我气了，你可以生我气，但是你能不能别不理我呀？好吧，既然皇上不想看到我，觉得我在这里碍你眼，那我走就是了。我走了啊。